恒大世紀無限城仲有冇得救？咁相信好多想購置恒大世紀無限城，或者已經購置咗恒大世紀無限城嘅業主，係咪感覺到非常之迷茫、非常之彷徨？咁最近我睇到好多關於恒大世紀無限城比較負面嘅標籤，例如有珠三角學港、大灣區最大爛尾樓、鬼城等等。咁點解會有咁多負面嘅標籤呢？咁呢期視頻我要講嘅可能有啲長，咁接落嚟就到我哋喺恒大世紀無限城嘅民宿坐低同大家講通講透，點解會俾貼上咁多負面嘅標籤呢？我個人覺得，首先係因為恒大嘅品牌，其次就係商業街嘅建築以及公共區域嘅維護係冇到位而導致。咁其實如此龐大嘅文旅項目，可以喺恒大爆雷階段做到保交樓，已經係非常之了不起。咁當然大部分要歸功於我哋嘅政府以及呢一堆喺其他博主用嚟吹噓詆毀嘅破爛商業建築。因為如果冇呢一堆商業建築，邊會有抵押資金幾個億嚟推動保交樓嘅工作呢？咁目前恒大地產已經喺破產清算階段，咁呢個公共區域嘅維護呢，咁就唔使指意佢啦。咁未來嘅產權方會進行招商引資，咁呢個公共區域嘅維護都會隨住呢個招商而慢慢恢復嘅。咁無論如何，現時呢個狀態都唔會影響我哋入住，因為已交付嘅小區都會有物業去進行維護。如果係目前過嚟呢邊旅居、養老、長住，會唔會唔方便呢？咁目前雖然樓下冇大型嘅商業超市，但係有一間小型嘅新鮮超市。如果需要更豐富嘅購物，可以到白土鎮上面，都係只需要10分鐘嘅車程。並且附近有農莊20-30間，可以食到新鮮嘅農家菜，菜品多、份量足，且價格親民。可以講到目前住起身係非常之划算，生活成本極低。我都問過好多喺呢度長住嘅業主，佢哋都話越住越享受。雖然目前嘅入住率不足20%，但係目前長住嘅業主可以講得話係非常之享受。點解呢？因為人少，事自然就少，唔使爭車位、等電梯、遛狗自由。並且呢度只有少量嘅剛需住房，亦都唔使擔心兒童嘅嘈鬧，可以舒舒服服、安安靜靜瞓個好覺。所有嘅負面信息都會無形中影響成個區域嘅價值，製造恐慌，只會導致部分業主心急拋售。咁有啲購置咗恒大世紀無限城物業嘅業主，甚至乎係一次都未嚟過，基本上係依靠網絡信息嚟了解呢個區域嘅發展情況。咁仲會俾啲無良嘅中介拎住呢啲負面嘅信息進行壓價，咁最終呢，只能夠妥協賤賣。咁如果我同你講咗咁多，你依然係唔想繼續持有呢個區域嘅房產，你可以聯繫我為你放盤。同樣，如果你想喺呢個正低窪價格購置嘅朋友，亦都可以聯繫我為你匹配優質嘅房源，係免中介費嘅。咁雖然目前二手房地產買賣唔係我嘅主業，但希望以我嘅經驗、以我嘅專業，可以為大家搭建一個公平、公正、透明嘅交易平台。希望以我綿薄之力，可以令呢個社區重煥生機，令湖山美宅住滿幸福。咁最後，恒大世紀無限城仲有冇得救？咁就需要大家齊心、耐心並且有信心，攜手促進呢個區域更強、更好嘅發展。我相信呢個佢哋口中所謂嘅夢幻空城，終會變成航空新城。下個專題我將會採訪10位嚟自唔同區域喺呢度長住嘅業主。如果你感興趣嘅話，可以點個關注嚟了解佢哋最真實嘅感受。咁我哋下期再見。如若歲月無聲，經過變化不停，在茫茫前路力求探索究竟，用信念來堅守我心中赤誠，拒絕聽天由命。